2025香港國際場地盃喺將軍澳單車館舉行。一連3日嘅比賽，亦係11月全國運動會嘅測試賽。男子青年淘汰賽，11位車手角逐，每2個圈淘汰1位運動員。決賽焦點係78號嘅李雲俊，呢位港隊新秀，憑最後階段突圍，結果得冠軍。雖然本地組，但係其實都唔簡單。你見我都係靠突圍先贏到，諗下點樣去贏咯。因為一場比賽有好多種勝利方法，但係我就揀我最信任嘅勝利方法，就係突圍。好多嘢都係靠訓練去日積月累出嚟。嚟緊我哋月底會去馬來西亞嘅場地比賽啦。咁我希望可以喺咁多歐洲選手入邊爭取一個好嘅成績。女子精英團體競速賽，港隊派出楊楚瑤、童心、吳思穎，決賽面對日本，結果港隊做出51秒138，得到亞軍。男子精英團體競速賽，港隊派出莫子俊、杜卓希、翁俊浩參加，3位港隊代表銅牌戰擊敗印度，時間係44秒798。